8月23日大马边的选举已经结束，本地咧罢免这南投立委马文君的志工，即马是改去申请来设一个公共事务的协会，要来监督南投的大细项代志，亲像是环境、教育，也是讲这交通等等，就是要为地方的发展来尽一份力量。 罢免选举结束，发起罢免南投立委马文君的公民团体奥巴马并无结束，嘛无解散。8日暗伫咧南投县玻璃店的据点继续开会，正式宣布因要延续这波公民力量，转型变作监督南投发展的公共事务协会。这大足这团结的力量，咱要甲延续落去。哦，这是迄阵啊，我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 Kate 的想法。 协会表示，协会内的志工妈妈为少，拢正关心县内儿童权利、教育路权者的生活议题。因那协会第一件要关心的议题，就是玻璃店的水源头，设开起物掩埋场，恐惊会对水源造成污染的代志。 处理水资源的议题、埋场的议题，也是我们首要的目标。那我们可能会透过邀请讲座，讲者来进来普理，就是办例行性的讲座，或者是延伸读书会的方式，然后大家来做交流。 协会强调，未来因嘛针对南投县内公民议题办理相关讲座、读册会，甚至伫选举要到的时阵，会要求候选人对重要政策表明态度甲想法，成为地方监督的力量。记者邢平琪南投报道。